站吼，我安尼母甲你去。妈妈，你的气质介高尚。家庭若和乐，家和万事兴啊！番头厝，欢迎大家来佚佗。你这妖魔鬼怪！当下甲迄个珊珊，我感觉因两个拢袂歹。我调工无特别吼，主动去表达什么意见，啊，拢因讲安怎，我感觉会当搁较好。我就讲，我建议，嘿，我莫讲用什么前辈迄种地位去讲瞧什么代志去安尼指挥。啊，我看到的是讲这两个少年辈的查某拢真厉害，嘿，我伫因的身上嘛有真侪学习。